多谢网友来关心这个消费的新闻。有民众伫美食卖场看到官方的社群网站宣传讲，这个虾仔沙拉堡呢，特价一份讲385，伊就决定要去买。结果到现场发现讲，已经变成原价485块。伊一直问对方，甲因讲，因为虾仔无够，取消特价。和这个网友呢真不满。这个卖场是回应讲，因为反应收好啊，准备无够，后盖会改善。拍开鸭肉，拢总12只的虾仔，一只一只铺伫咧胖顶悬，价卡佫是两沙拉。美食卖场的这项商品是真受欢迎，不过有网友刷po文讲，进前伫咧官方的社群看到这项商品特价385块，决定要来买，想要到现场煞变做原价485块。伊问现场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应，竟然是虾仔无够，取消优待，最后民众听到生气。美食卖场就回应，因为卖了实在是太好，就提早来继续优待，针对以后的活动会阁增加供应的数量。如果还是在特价期间的话，应该就不能取消这个特价吧？虾子不够，那你就少量，你折价给我们啊。为官方的网站来查，这个商品无标介绍，写讲是卖场的独家商品，就要照各个卖场的货量为主，而且爱亲身到现场来买。虽然网站有写讲货量有限，不过民众到现场想要买特价商品煞买无，难免会感觉到失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